大家認為20年前嘅蓮花仲可唔可以落場砌？屌，就係爭個少0.0000。你早半秒開油嘛，一次都冇咗，拎多少少啦。歡迎到鳩事乜鳩都事，今日我哋嚟到東莞嘅麻涌國際賽車場啊，帶大家感受呢個賽車嘅氣氛。同埋我會分享一架20年前嘅性能車俾大家，車主心目中嘅英國女孩阿蓮 Lotus Exige SE。Lotus 喺2000年推出咗呢一架中置後驅雙門雙座硬頂跑車 Exige。咁本質上咧，佢係 Elise 嘅賽道強化版 1.8T 機械增壓純粹駕駛機器。我哋睇下內飾，簡直就係無坯房啊！內飾設計冇隔音隔熱，冇舒適性，冇娛樂系統，冇。夏天揸呢架車出街，簡直就係人間煉獄啊！但係以上嘅種種 ，Lotus Exige 依然係熱度爆滿啊！點解呢？我哋亦都好好彩啊，可以揾到車主。咁我哋同車主吹吹水。Hello， 大家好。點解會選擇呢一架 Exige 作為你嘅出 day 卡呢？因為 Exige 本身佢比較原始啊，冇咁多電子嘅輔助，可以練到自己嘅技術啦。因為我覺得而家啲車都係靠科技去電子化太多，係啦，令到自己可能究竟係自己叻啊，定係架車叻咧，完全唔知道。咁鍛鍊駕駛技術嘅車咧都好多，咁點解會選擇呢一個阿蓮嚟做你嘅學習車型咧？我專登揀係 2.2 意式機器，比較高轉嘅，因為我覺得輕同高轉係最原始。加埋佢係 MRO 嘅引擎嘅車咧，咁對個人技術要求比較高，可以令到我可以體驗得到同埋提升到自己嘅技術。講咗咁耐啦，點解呢架 Exige 你會稱之為阿蓮咧？其實都冇諗咁多嘅，其實因為佢本身蓮花啦，又係老蓮花，都成20年㗎啦。咁老年不如叫阿蓮先啦。咁阿蓮咧作為你嘅出 day 卡，咁佢平時嘅養護成本會唔會好高咧？其實就相對比其他啲高階車就平少少嘅。一來因為佢本身係豐田引擎同波箱啦，保養方面都有好多零件；二來咧佢冇咁多電子嘢，都係嗰句就係你少啲電子嘢就少一樣嘢壞。但係不過就要俾多少少心機去保養，因為始終佢都上咗20年㗎啦，有好多可能小毛病同埋保養必須要去處理。車主要有啲心機去跟。唔係，我呢個係齊頭啊，以為部機壞嗰隻啊！我屌，就係爭個少0.0000，即係我第5圈都係齊頭，第6圈就0.0000咯。係啊，佢臨尾個圈唔計啊，佢計㗎就0.0000㗎啦。唔緊要啦，是但啦，唔係59都點？下次再衝擊過咯，只有咁啦。OK，好興奮咯，即係0.0000，但係仲揾到啲位可能自己要熟習下。啲波段有啲尷尬，但係好滿意今次成績。20年嘅老車，經過整備升級，再配合埋呢個安全性嘅改裝，一樣可以落場，盡情享受賽道嘅魅力。車手同車經歷嘅每一次賽道，其實佢哋都係一齊成長嘅。呢個就係老車帶俾大家嘅魅力。全場單圈我最快就係我，結果係Billy。小紅書好快啊，爭少少。如果我哋有支持嘅，好，大家都勁，影一陣先。今期鳩事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期推薦更多好玩嘅車型。拜拜。咪拍埋一齊睇啊，應該係一齊影，等佢打。等佢打完先。先，翻轉頭。